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一日就是马，号马。这个马读做马是白音，马意思就是数字的意思。古早有人讲马啊马子，另外长度三尺是一马，嘛有人讲是一马。古早讲罗马数字一个较特殊的用法，讲是红毛马。另外文音读做马，像讲称重的推啊，就叫做马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骑马，嘛有人读做骑马，这个意思就是至少上无上少的意思。第二个词马头，就是停顿的所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停伫码头的时阵啊，趁好天出海讨猎，这一抓掠到的鱼啊，起码有100斤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马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马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